每个品牌 logo 都有独特故事。吴宏淼谈创意结晶，起点在透视心理。其实消费者其实他是可操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宰他。我每次很高兴，每次到那个101那附近哈，看到很多那个结婚的人提出来那个，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那个包装作品，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在掌握这个消费。看潮流，站在浪头上或顺着走，得兼具理性感性。若说创意发想是个点，那么历史文化、族群情感、商业利基都得研究，才能拉线成面。台湾的客家人跟油桐花刚好是完整的等号，但其他全世界的客家人就不等同于有油桐花哦。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日本卡通的一个 T 恤，我特别常常去从这个角度去掌握的。所以创意绝非天马行空、纸上谈兵。吴宏淼用大量时间帮伙伴上课，也向学生和企业主传授品牌设计概念。10多岁的年岁，我们看到一个经验是，任何的道理都是 yes and no， 中间是 and， 不是 o 哦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我到了60岁，我的直观就可以控制一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直观里面有很多客观。还有些基底来自艺术训练。办公室的画作、邓丽君的塑像都是吴宏淼的作品。多元尝试，大胆中求细腻。因为你不专注、不专心，你东西没办法产出。所以有一句话很精彩：做事情而转型，让做的做到清楚。做事情爱转型，张做的做得清楚，对不对？让跟张都可以啦，对，没有错。创意总监说，产业潮流从工学院、商学院进入到文学院，指的是大家对于内在精神层面的不断追求。而其实创意也是如此，汇集来说就是知识力的展现。做事情爱转型，张做的做得清楚。做事情爱转型，张做的做得清楚。